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就係飯廳，可以擺到6至8人飯台。客廳嘅位置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放梳化。前邊有個露台，對住就係內園嘅景觀，亦望到遠處嘅針山。廚房係梗住，有雪櫃、爐頭、抽油煙機。呢邊有個工作平台，可以做啲曬落嘅工作。客廁有洗衣機、晾衫板，美光設計，方便淋浴。第一個房間放完床之外，可以放個高身衣櫃，對住係遠處嘅針山。第二個房間同第一個房間面積一樣，睇到成個內園，亦望到遠處嘅針山。主人套廁有企缸浴缸，可以選擇便利沖涼，亦可以喺度浸浴攤下啦。主人套房放雙人床，右手邊特設衣櫃位，呢邊就望到成個內園同埋遠處嘅針山。